全球首個 5GA 跑動式雙足人形機器人夸父喺深圳火炬傳遞中驚豔亮相，直升機載火炬飛越紅樹林，與空陸雙線致敬深圳特區成立45週年。第15屆全運會火炬傳遞喺11月2號進行，橫跨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深圳4城，200名火炬手參與。廣州段由奧運冠軍楊景輝攜手棒火炬，傳遞路線踏過明代古城牆，穿過五羊仙亭、五羊石像，可以將呢種帶有希望、活力、激情嘅呢一種精神傳遞俾每一個人。廣州站仲首創無人駕駛火種轉場，由小馬智行自動駕駛車完成6.8公里運輸，創全運史上先河。火種傳遞同款嘅呢個車型都會喺我哋廣州嘅南沙區啦，同埋其他嘅區域咧，可以去體驗得到。同時咧，我哋喺全運會期間，亦都會喺各個嘅運動嘅場所，我哋嘅機場啊、高鐵站啊，同埋其他嘅相關嘅酒店咧，都會去提供我哋呢款車輛嘅自動駕駛接駁嘅服務嘅。而喺火炬傳遞活動後，4個城市嘅火種亦都將送去廣州。喺熔火儀式後，取名為綻放嘅15運會火炬將會喺大灣區繼續綻放。